继续来看新北市，今仔日是增加到65例本土病例，确诊的病例数连续3天拢降到这个100外例咯。虽然讲疫情看起来有转好的现象，但是市长侯友宜唔敢大意，再去到三重埔来看85岁以上的士大人注预防下的状况。新北市刷落来要安怎来加强防疫呢？来请市长安怎讲？新增的本土病例65人，居家隔离。 列管中有3048人，我们已经连续3天都是降到100例以下。在今天早上，85岁在籍的长者去接种了情形，到今天早上76个接种地点，我们接种率是58%，我们预定接种是9922，实际接种是5790剂，我们接种率是58%。 非常谢谢我们的医护同仁，大家都不辞辛苦的来安排我们长者的施打，包括我们区公所的同仁的动线的规划的都非常的好，尤其都在冷气房里面，非常有顺序，然后有方法，而且更细腻的体贴的打法。像我们看到我们护士好朋友们几乎跪下来给我们长者做施打。 我们除了有医美丁的施打法，其实更细腻、更体贴，让长者都不用动，而且护士到场以后，我们用客气、虔诚、细心来对待我们长者的施打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看到所有的护理同仁施打的情形。也谢谢长辈朋友都非常的配合，我们的秩序非常的良好，所以谢谢大家这2、3天赶快出来施打。 至于很多关心说我不在籍，又是85岁以上的长者，怎么都没有接到通知，我们急着要施打。放心，85岁以上的长辈，我一直讲一定打得到，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施打率以后，我就可以预估我们大概还有多少个疫苗，再加上今天中央也宣布疫苗会再度的配送，所以新北市不在籍的长者。 在礼拜五6月18号，原住民是75岁以上。我们的方式是在从今天开始到6月17日下午5点，向你办公室或区公所填写意愿调查表，后电话登记。只要你用电话或是请你办公室来填写意愿调查表，或包括区公所都可以。 那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居住在新北市的人士有多少。那至于你施打的时间，已经讲礼拜五。至于哪一个时段，我们会请公所来公布通知时间、地点前往接种。至于在籍者，这3天都没有接种的，免登记就直接前往原通知的地点接种。因为有的长辈刚好这3天没有空，所以你就直接到礼拜五就直接跟 未在籍的一起施打，